我們吃了蝦餃、麵條。我叫趙龍格，今年11歲，來自香港。我的名字叫龍源，我今年6歲。因為我姐姐以前去那裡練了，沒有人看着我就一起跟她上了。化妝特別漂亮，而且這種東西特別閃閃亮亮的。我們現在住在美國，我們發現住圍了，然後呢，我們就特意趕來。這一次是我們第一次來廣州，我覺得廣州特別大，而且特別好玩。我們吃了蝦餃、麵條。佢哋細個咧就喺香港嘅國際學校就係學英文係講國語，所以佢兩個嘅粵語唔係咁好。媽媽咧就諗住俾佢哋學粵語，所以佢就參加啲首先興趣班開始啦。家姐係先係學戲嘅，妹妹當時3歲，咁就跟埋一齊去，冇人看佢，佢瞓喺旁邊。咁佢好為個姐姐着想嘅。咁啊姐姐做戲嘅時候，冇人唱生嗰邊喎，佢特登學生嗰邊去配姐姐。佢父母話戲係中國嘅根，咁佢話我哋雖然喺美國，但係我哋嘅根都係要保留。